我哋工聯會團隊咧都持續跟進樓宇滲水嘅問題嘅。咁過去咧，我本人咧都不斷收到葵青荃灣區嘅居民反映啦，話滲水辦處理個案嘅進度緩慢，影響到佢哋日常生活。咁所以咧，我哋都一直咧致力推動滲水辦職能改革，力求咧從制度同埋技術上咧都可以有所改善，加快處理積壓嘅個案。針對樓宇滲水嘅問題咧，我哋團隊喺工作報告咧都有一個好大嘅篇幅。咁亦都係咧重視呢個議題嘅體現。咁我哋團隊咧喺荃灣葵青區啦，都曾經進行過問卷調查，收到咧好多市民嘅求助，尤其咧係私人住宅啦，一啲租置嘅樓宇啦，都係特別嚴重嘅。咁我哋今年初咧都有約見滲水辦啦，包括屋宇署啦同埋食環署嘅代表，都好感謝咧部門嘅代表咧都願意聆聽即係市民嘅訴求。咁我哋都提出咧多項嘅建議嘅，包括咧係引入新嘅科技啦，優化檢測嘅設備，同埋提升檢測嘅準確性同埋效率。同時咧，我哋都建議政府咧要放寬立案嘅濕度下限，令到咧更多受影響嘅住戶咧都能夠及早咧尋求滲水辦咧去解決問題。為咗進一步推動改革咧，我哋早前咧亦都舉辦個研討會，邀請咗咧業界具公信力嘅專業人士分享咧處理滲水個案嘅經驗同埋方法，點樣可以提升滲水辦嘅職能同埋調解咧滲水爭議。都提供咗唔少寶貴嘅意見。咁我哋重點建議啦，希望可以審視啦滲水辦嘅職能，加強咧跨部門嘅協作，壓縮調查時間，亦都要求咧係徹查疑似誤判嘅事故，加強咧監管外判公司，放寬立案嘅濕度下限啦，立案嘅準則啦，可以有更具彈性啦，提升同房署嘅協調能力，加快咧處理租置單位嘅個案，引入調解機制解決紛爭。引入新嘅科技，優化咧檢測滲水嘅設備。我哋都樂見咧滲水辦咧之前咧都推行完成咗第一個階段嘅個案調查之後，將原本咧按程序進行嘅第二階段基本調查同埋第三階段專業調查咧，都可以嘗試同步進行。咁加快咧滲水嘅調查。咁我哋嘅團隊咧都持續爭取覆蓋至18個區域。咁我相信咧透過科技同埋制度嘅結合咧，能夠有效提速提效，為市民解決實際居住問題同埋滲水嘅問題。我哋工聯會咧都會繼續努力爭取推動滲水辦全面改革，令到咧市民咧可以早日告別滲水嘅困擾。除此之外咧，我仲有一個建議嘅，可能咧其他同事會比較少提及嘅，因為咧都會橫跨另一個政策局啦，就係創科局。我知道咧今日未有代表喺度，不過咧就住呢一方面嘅改革咧，其實我都不停向有關嘅部門咧係反映嘅。喺新一份嘅施政報告都提出咧要成立 AI 效能提升組，而特首咧亦都點名1823嘅熱線，將佢列入為關鍵改革嘅領域。改革1823熱線呢都可以精準咁樣調撥資源呢去解決樓宇滲水嘅問題嘅。上年呢，我獲邀請啦去北京參加2024北京接數職辦嘅論壇，了解啦北京12345熱線嘅改革，都見識到咧我哋首都咧以民為本，以楓橋經驗咧加強地區治理，運用人工智能改善民生。而呢個接數職辦嘅模式咧，其實都好開創先河咁樣運用到 AI 同埋大數據咧去重塑城市治理。其中一項咧，我認為我哋可以參考嘅咧就係佢哋嘅每月一提機制。佢哋咧唔再被動咧去處理單一嘅投訴，而係透過大數據去分析同埋鎖定一啲高頻共性嘅問題，喺問題惡化之前咧精準調配資源去處理。呢個模式咧唔單止能夠提升行政嘅效能，亦都為全球智慧城市管理咧係貢獻咗寶貴嘅智慧。我就建議啦，特區政府啦可以參考北京首都每月一提嘅模式，以每區一提咧先行先試，主動識別咧市民關注一啲高頻嘅投訴議題。其實咧，無論係講緊我哋現時議案提及到嘅樓宇滲水問題啦，又或者咧葵青荃灣都經常會發生嘅爆水管問題、路燈故障嘅問題，改善一啲環境衛生嘅問題咧，其實都可以應用到咧每區一提呢一個模式咧，可以更加精準喺問題咧惡化之前調撥資源咧去解決問題於萌芽嘅。希望咧特區政府都可以咧一併去考慮。本人支持議案，謹此陳辭。